如果你嘅痛症問題已經困擾咗你好耐，反反覆覆都仲未處理好，咁你可以試一試軟絡療法，佢可能係你痛症嘅新出路。源自日本嘅軟絡療法係一套結合西醫生理病理學同埋中醫經絡理論嘅創新治療方法。佢透過調整人體嘅生命體流，以達到治療疼痛同埋治療疾病嘅效果。現行喺日本、台灣都有中西醫師使用呢一套療法，而喺香港就相對較少醫師使用。軟絡療法係一套非入侵性，佢可以做到唔使打針、唔使食藥、唔使針灸、冇副作用，但又有好好嘅止痛效果嘅治療方法。喺治療嘅時候，我哋唔會直接去接觸患處，我哋會使用同疼痛部位相關嘅一啲遠端經絡去進行治療，咁樣可以做到無需接觸患處，又發揮到治療嘅作用，咁就可以避免因為治療而造成嘅二次傷害。如果你係有特殊嘅疾病或者用藥嘅情況而唔可以做針灸，又或者你已經做過好多針灸、食過好多藥，想選擇一啲新嘅療法嘅話，你都可以嘗試使用軟絡療法。軟絡療法適用於各種唔同嘅急性慢性疼痛，譬如肩周炎、網球肘、腰痛、膝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等，又或者一啲麻痹症狀，譬如腕管綜合徵、手腳指麻嘅麻痹啦，又或者頸椎壓迫引起嘅神經症狀，同埋一啲易難性嘅問題，例如中風後遺症、生蛇後嘅神經痛、面癱、三叉神經痛、CRPS 等等。喺日本同台灣係經過眾多嘅中西醫師臨床使用經驗同埋治療嘅案例得到嘅實證效果。如果你嘅痛症問題已經困擾咗你好耐，咁你可以試一試軟絡療法，佢可能係你痛症嘅新出路。